台湾元气宝典，作者张维文，插图田三勇，录音吴仁石，配乐陈英金。到时淡灯，无比接煮番薯烤汤。17世纪明朝末期、清朝初期的时阵，中国内部兵荒马乱，无好趁食。俗语讲，罔趁较袂散。伫中国福建闽南一带的汉人，因为当地生活困苦，就想讲无来对面的台湾开垦看卖咧。因就抱着时到时淡汤，无比接煮番薯烤汤，冒险试看卖的心情来到台湾。毋过要来台湾，毋是讲要来就来呢。中国和台湾之间有一条乌水沟，风影大，水阁错流，真侪人拢伫中途就互海水淹死，所以有人讲要去台湾，有可能半途就台湾啊。这个时期，乌水沟毋若错流，甚至不时就有海贼伫遐乱踅，其中有名的是以颜书节做时代的一镇，当中伊有一个士帅，号做郑芝龙，伊就是郑成功的老爸。因甲台南附近当作海贼收，一方面控制台湾海峡，一方面开拓台南以北的沿海地带。这寡海贼有一部分落尾嘛留落来台湾，成做台湾人的祖先之一。所以有人讲，咱是海贼的后代，虽然无一定拢是安尼，毋过俗语讲，歹德会出好笋，就算咱的祖先拢是海贼，嘛无代表咱就无出脱。